不。係啊，各位聽眾，我哋歡迎到嚟收聽邊咧學見嘅節目，我諗嗰部報道聽嗰部鏡鬼，我諗覺得實在真好事。我這個禮拜咧，我俾到啲嚟介紹我特別嘉賓 Clubhouse 介紹先，係嚟YouTube 嘅人從幾間嘅 Clubhouse 嘅人俄羅我係水金俄羅，然後嗰等陣我個學Sarah OK 我不可以啦，已經學嘢 OK 幫鏡不南西加阿龍歡迎。哎呀 ，sorry， Vicky Chris 啊 ，sorry 嚇 ，OK 嚟，歡迎，南西嘅龍，我羅馬上嚇，嚟嚟 ，Hello，別掛嘅呢啲梗係啱嘅咯，Hello 佢啊，啷特特人啊，啷特特人我介紹你時啷特別做啷地俄羅斯嚟咁樣講話 ，OK， 嚟南西歡迎，耶，未有呢個，原來南西俄羅斯耶。哎呦，笑死我這裡咧別使講，全部未曉。I think 唔是未曉，係歹勢。I think 查某係歹勢，哦咯就歹勢。特別別叫我再講一個只教嘅，就是按鈕。可能咱別咱會聽意思咧。但係我叫咧這裡討會先，討會你要按鈕就歡迎按鈕，討會。你就冇開麥，開起來啊！討會，開起來按鈕咧，按鈕來按鈕就按鈕。該搞，來個歡迎，我真係播出邊。真是完了。go 來見到歡迎。哎呦，衰鬼！哦，然後昂海里，冇講掉嚇。昂海里嚇，嚟。做俄羅斯用啲俄羅斯嚟講話。我唔係俄羅你唔係俄羅，你 try 過啦，你 try 過就叫講俄羅，叫大家好講俄羅嚟講。大家好。佢搞佢南西啊！佢搞佢南西啊！都意思講俄羅，唔係俄羅句啊，唔係俄羅句。等陣我舉起即係Facebook 嘅，唔是 Facebook、YouTube、Google Meet 嘅嚟道哥嚟。道哥看這是vaccine 嘅。這個 effect 係咩？你成個極細呢，就成個極細先。我俾我，真係我嚟嘅。唔使。你 imagine 佢你講俄羅斯你是假人俄羅啦，你講大家好，我是道哥，你講。我是道哥。莫鬼等陣，我笑到喂，這成個條塔呢，可能成個黑本的呢，哇，成個黑本的呢，特別你往笑是笑，特別你較舊講句南西個咩有啊？你講嘅，你較講南西邊？等陣，南西我學你第二道機會，來阿波減啲嘅事來。Hello，大家好。不別啊，不別。別來做下第一個想法，成個你教啲硬講嘅啦，講下講佢。嚇，我教你硬講係咪？
成日都教你學落教你硬嘅時候咯，你幾咪啦？我冇呢喎，你日日 try，日日 try，嚟，OK。你別睇我笑啊！我唔缺到了。啊，掉本，買，你慢 try，肯定你開到，喂，你講到你開到啊！我咪做一照，我究竟我多計衰呢？當佢計聽。是啊，你揾佢到啊！我冇開到，我想到你開到了。豆嘅，講係時我唔假笑，我勁嘅，勁嘅。係咩嘢？直講咩？等我陣。多聽，你使別出來啊！笑。actually 下本啊，是講特別唔睇做乜潮，我實叫佢。我潮啫，我係使叫佢喎。使頭出嚟都冇做啊，笑啊！你冇啱咯，你冇啱咯，聽邊底學嘅？是咯，特別我教你講，我咪就我講我就興趣講，我俾佢即係啷個即係 show 佢學到人經聽嘛對。So that one okay that's another thing。但我另外一個就是我想講俾佢學老貫處人咯，然後我係嘛講，佢啲人老貫處人開刀嘅人咧，你聽下潮咧，別佢即係一聽講。sorry， 未使做一條。啊！哎呦，死我當該聽我講白，啊那我不想我，你講我笑誒，你講我笑，我呢，你冇成日嚇，我是成日見到站嘅事，我定到嘅事，我咪是開我 gallbladder 嘛，我是啊，啊，然後 gallbladder 嘅時候，我冇想講 because 是 endoscope， 是 endoscope 啊。laparoscopy， 嚇，細你啊，1 cm 嘅呢 ，actually 冇，我就係坑，等我看，就坑，一落嚟坑特別一個坑咧，細你，咧佢就係坑咯。你特別我一個坑係，我一個坑就係啲到底一啲係，一隻台灣怪大坑嘅，差唔多 maybe about 2 cm 嘅，2 cm 嚇。特別伊嗬，唔知做咩事，伊係咧是伊第大坑一插入去啊嗬，你挑出來是我係白，成個是丟掉一坑咧，所以當見咪成個我看起來有內度仔呢。哦，係你是 QE 個嘅出嚟啦，意思講。我唔知，但係唔知做咩啦。然後伊一坑大坑，I think 佢是 equipment 嗰啲機器啦。哦。但係你會我做時候，我就是對厝啊嗬，我想講無事啊嘛，我做佢哋，你講咩啊？microscopy 啊 ？laparoscopy 嚇 laparoscopy。然後我想講無事啊嘛，哇未啊！我同你講，我未黑潮，我未卡哨。掉嚇。我被卡哨是我人。掉了啊！我定了。唔係我被卡哨啊！然後我知道是我黑潮是未打未嘛未 control， 我不要鬧啊！跟你講，我啦，天啊！然後我被穿我手去夾我朋友送花好啊！哎那路人呐，啊頂上是裝送花是聽邊啲學見你聽講。毛毛菇送花，毛毛菇 Alex 送花好啊嘛。然後我開一樣送花誒叮當，咁咪就下到啲位大妹頭前哦。然後我咪時常講，我開位大妹，我咪循手去夾咯。我開位大妹，伊個我 storm 多是開出嚟嘛。我大妹開接啦，我 storm 多是開出，我開出時都講到伊個花，所以我未夾，所以我咪是特別成日撒伊花出，開梅那個夾花接嚟咯。我被撒伊花嘅時候，我見咧，我見到哇，開我鼻，我特別等我硬對哪個夾好啊！我未出去夾，我冇想到講嘢影響咁大嘅 ，anyway。當然我唔是被講開到啊天尖潮，但係我係講羅嘛，我夾未掉啦。叫你我阿張嗰個是邊個噃？哦 ，sorry， 嗰隻聽個葡萄牙咯，咯，係先啊，哦咯，你按照哦咯，幾好，搞佢南晒嘅我學嘅，
干你超级白，來，你咩人今年咧超級白就我羅是講人再講。干你超級白，咪講乜啦？別喎，別啊！南西別安咯。被我咯。Hello，呀，南西，做咩事都別安咯？呀！你說是不是都被用二來先嚟講話？我咪講緊咧俄羅斯啊，我咪講做咩事都俾俄羅啦，其實都俄羅啦，然後俄羅是騰咗係咩物件？你睇你物件？哦。嚟，嗱我背後直接講嘅，阿龍講起阿龍，講俄羅嗰啲哦，係咩嘅？俄羅先。我唔好講嘅。所以我誒南西那邊你硬未使講你俄羅啦，你會聽？你是伊按俄羅伊我價格。對。未，我冇咩嘢。嗱，阿丁未，你那是伊按俄羅伊就活伊按嘅頭啊！活啊，真係活啊，我冇平活。哎呀，我到處都南西我講俄羅，南西 comment 啦。我拜啦！我講嘅我同時笑啊，未打。但我講過，阿 John， 你第一個我就唔知啊。我當時一點點是我是 imagine 一成劍就不斷。以後你係劍掉。OK， 來南西人講做咩事你冇識㗎？俄羅，你未打喊俄羅係咪事？冇關事咯，我係厝啊，無人看俄羅啦，爸爸冇看俄羅，我係厝嘅culture冇人哋看咯。特別你看到別位咧，你成日講看去倒落看到人俄羅，你可能啦。我拍手可能是講好人嚟做，講好人較惡。講好人較惡啊！冇啦，有影咩？冇啊，你衰啦！你人講話嘅 practical 咧，冇啦，講好人真係衰嘅啫，冇事香港係啦，講好人真係有嗲嘅喎，問講。真係冇啊，我人係冇，個人是係你。嗱，攞你講好人，冇事冇嗲喎。我係你 feel A 嘛，我係 feel 講好驚嘛。嚇，你講嘢人質嗲。我即係我就被惡講先呢。你講咩？我係講好啊。你做下，你做下嘅。講嘢馬嗲啊。啊，得嗲講咩？我唔知點解講咩啊，要。但我係劍拔打成。我買，我未做，猛講。我買係不任字，我買係不任字，等，我劍拔打成。我唔介紹啊！哎呦，死直啊！哎呦，別笑，只亂就更可就。簡單呀，你去香港，你看有人講話成俄羅嗰啲人。有啦，真係冇。少啦，看到嘅。你諗咩路線嘅？10天入邊有10天嘅咯。特別好，講話咯啫。但係其實有理由啊！我看我只少啊，我台灣，我聽台灣成日做 sales 啊，講話係較嗲聲，較濟過到啲香港嘅。我感覺啲樣啊，就像個外面，像個出去賣物件到啲 retail 啦，正正人啦，唔是講成講 private 啲啊，正正人樣成講誒聲成，真係黐咪我台灣真係公啊聲，公啊聲，對，嚟叫我真係就是只狗，只見到只狗嘅啊，鵝鳥。你做我以後聲就當你出味啊嘛，以前你講你成日講你被賣物件，你被 follow me 嘅 shampoo， 哎呀是 follow 嘟嘅 shampoo， 然後你被叫人買，你講買你講你買嘅是啊送你啊一支嘅歌呢嚇，你講。我講華語啊。講華語啊 ，OK， 講華語。哈哈，你講華語講台灣嘛？我跟你介紹一下，這個產品很好用。跟你說，你洗完澡過後身體很香哦。你的女朋友、你的老婆聞了都很喜歡。哇，搞咯，之前是 number one 啊！咦，哇！咁都俾一佬啊！別笑。彈嘅了這裡。特別俄羅愛水嘅查某俄羅啦，你過嗰啲大背包俄羅真係是有啊，
我被菠萝真的是吗？哇，直接香去啊！特別你看到，你冇看到條聲聲咧？哇！你時間看到，我就要拍伊哦。有你水啊咯！有人較suka較肥查某誒，無個了人 suka 瘦呢。哦，來啊！即係比賽講冇做到我來聲個。係嘛講啦嘛，愛嘛，你就講我未學羅啊，是啊，我未學羅。都攏像誒，你甲即個南西甲即個半鹹甜。嗱，做咩事 ？OK，嗱，冇啊，我係傾嘛講我係想講咯。你係想講咯，特別你要講是條地講是個咩話？未，我未做戲數，呢條 natural 嚟嘅。OK，所以我發現特別我聲款是學來款。對，但係我感覺到你聲，感覺到你聲細隻，係因為你聲做咩？其實你唔是哦，我是真嘅aggressive 嘅人嚟咯。我係咩人嚟啊？你我落咩人看咧？嗱，咱叫佢即係嚟講啦。冇，阿 John， 剛講一句哦，也是幫人見按計我落啦，未必幫人見按叫爸。幫人啲，啊啲冇啦，你 reject 對人我落路咩？還是你干啊？你是自己未曉呢？哦，冇啊，你會成個 react 哦，嚇。The other day，我每路人學咯，即佢只是到落嚟嘛。因為是我 after that 時我同佢講啊，即係學咯。嚇，按照叫 English 嚇。然後我講English 應該是冇咩有 meaning 啦，冇呢有。乜嘢字？字啦嚇。我講成個字呀嚟問下呢，成見啦嚟問下路呢，然後我 demonstrate 講嚟伊拉扮你聲呢。嚇，你 demonstrate 好玩看，好玩聽。我未記啊，用下咩 example？阿咗，如果你想下你驚啦，你驚應該是有問題嘛？你講你驚，我係驚問題是啊，一聲，I want，一聲起個關。一個話聲冇病去。你知啊？iPad，you know，一大啲聲安尼咯。I want to play iPad. I want to go. 下面意思係起個關嘅，起個真正關。就是，that means in natural，就是 human nature 嚟。所以你按講後面咧，你按講後面，阿摩字叫後面，哦咯。冇後面，我講成個只 affectionate 係多嘅咯。因為哦咯是 slightly。tanpa manipulative pun lah. Sometimes you say yang like the manipulate lu. Tapi not always manipulate. Lu say sangat lu show affection. Express affection ni boji mah,應該有字嘛。冇啊，阿摩依兩蚊都我來，你不聽佢啦，我來咩？有啦，我來。阿咗阿摩我來，你做我聽。Honey, baby。我感覺都成個 purr 係咯，像喵 purr，seductive。tapi actually seductive 是 sexual，tapi Allah not necessarily sexual。Allah 是成個被以為是 seek 類 affection 嘅。attention 嚇。attention and affection 乜啊？扮 Q，扮 Q 對。扮 Q 嚇，扮 Q 哦。按照講下阿婆，就是我佢講，我咪是想未出，伊咪是冇 really 有一句字。我特別去問阿 John，我識仲有 pamper，一套 pamper 都唔是 pamper 是成啊，是啦，sayang lu 啊，你開始叫做 pamper lu 嘛。啊，你阿冇硬講我咯，搞掂。我咯，then you know what happened。pamper 是成啊，我聽我想到是有可能是想講 being sweet 是我來啊 ，being sweet 呢。會使 accept 啦，但因為我用manja嚟話我係驚啦，我 convert to English，所以是叫 as pampered。切，我唔識 Google 啊，Google 冇講就 accurate 啦，意思嘛。可能我就話manja 加 pamper 冇相意思。冇manja 是我攞。係啦，manja 是我攞咯。魯馬
哈，罗马乜掉？勒马哈，掉，罗马三丹掉會使。我冇佢就講勒馬。你就是講話係成日就羅馬嚟講係，你就係用你羅馬 ness 嚟做惡羅咯。羅馬啦，咱 by the end of the show， 咱就會隨講學緊阿莫話，就講一次。咱把你話，咱係講成個咱學啊，學嘅話，咱會 express 喺啲物件。阿莫先到成個部面會講到 ，maybe coconut sweet，coconut rich，being sweet。我睇到呢個，我睇到呢本，係咪？人馬三丹嘛，意思 convert 啦嚇 ，coconut milk fat。教我講啦，我知道嚇，你講咩？Don't be coconut, sorry, come coconut milk fat me 叫你嚟咁問下嘅。OK， 等陣我講到呢隻字問下，所以咱幾時曉咁會用到呢？幾時會惡咯？係拖物件事。嚟拖物啊！冇做啲做拖物點先啊？喲，攞 manipulative bitches 㗎你兩錢嚟落嚟。我嚟見那些咧嘛，見那些係拖物件事，上來見咧。做錯事嘅事咯，做錯事。喲，我嘅了解派，我只小啲時講，我其實我其實講，我是睇你個，你識講你暑假嘅人係嗬，你會唔會成日cuddle 嘅show affection，exchange affection to each other 時，你開始成日你是氣曉。假低，冇 sexual 咧，你是成日 affection 咧，成日 snuggle 掉那款攬掉 kiss 邊呢，然後掃頭那款啊，你咪是叫做問就惡羅咯。你是叫 make up 咯？我哋做緊 make up 咯。我哋做緊你掃到了位，可能掃到了位嘅頭啦，係我哋是講。你是做到一個頭啦！掃頭我唔知都冇講下面頭啊！笑，但我直接會講嚇，即係嚇按鈕。嚇，我講我哋做緊衛生啊！我被叫我 team leader， 我做唔件事，我特加去伊位，我叫伊名，那時可以叫A 咯 ，A 綠色導廊我做一個物件，我殺筍菇啊，講你今日啉咖啡我泡咖啡好嚕嚇，安尼款慢咋款。嚕 natural 慢咋啦，嚕按鈕。我冇講掉啲嘅極聲，安尼款我無咯是做啥action安尼款，甲伊慢咋安尼款咯。所以嚟啦，咪講啊，你用隻慢咋即係方法啦。你會成功哦，會彈到物件。會啊，伊導覽我咯，嚇，伊做物件好我安尼款咯。然後你是利用人，用你問責嚟利用人。會使我來得水嘛，你查某較無相。啊，比我唔是完全講用問責嚟彈I get 我愛物件 ，actually 伊不怪使用我本啦。特別你嚟看，你唔使特特啦問責，你去問責南西咪活咯，你咪是你去看，你嚟看咧。南西啫，幾隻西，馬笨多，啲來，馬笨多，家己做。咦，超係拎起來啊！做係咪啊？做羊鵝啊？做鵝螺啊？嚇，鵝螺，羊鵝本是羊嘛？鵝螺啊！係咪你講係咪鵝香？羊鵝。羊鵝不是鵝螺嗎？阿龍羊鵝係咩啊？阿龍已經是困嘢嚇，伊鵝螺嘅困嘢，伊鵝螺嚇，幾困嘢。羊鵝不是鵝螺嗎？我頂住人講是咩聲？哦，對啊，我未記啊，我唔係聽過，我唔係聽，我唔係話買講，係咪嚟？阿龍，那快請啊！落叫佢先啊！我真係判應該冇人咯。啊，請我落用啊！我有嘅好。阿龍等陣，阿龍。係咪是羊鵝？做咩鬼啦？阿龍，你等陣，豆哥你講咩？
我等阿明嘅旁邊啊，直接跳喺個柱嘅。究竟唔是酷呢？係咩講拜拜啊？係咩？唔係，一個背。不，阿龍，我每日定住，咱們南西講係咩？係咩？羊屋。係咩嚟？哦咯。定住人講係咩？哦咯是啥係咩啊？蛇係咩啊？蛇背啊？蛇。不 ，it start with S A G A。我嚟，你是華語會講撒嬌啦。撒嬌。是撒嬌，特別係當學嘅話個另外一個字，我落叫做咩？講學嘅話，晒奶，嚇，對，係撒嬌啦。幫人點都怕壞啫。Google Meet Google Meet 啊，大家摸啦咯，你晒奶啊，你晒奶我唔係聽過你話。我冇話嘛，我因為是唔知係咪嚟晒奶有，特別晒奶就是有啦，有人講嘅啦，特別較少。是唔是娘娘話嚟？唔是晒奶，唔是娘娘話。那是娘娘話，我應該聽過。是咯，娘娘話唔聽過，特別我馬都唔知揾嚟㗎。晒奶唔是台灣講嘅咩晒奶？冇啦，台灣有講，台灣冇講啊。台灣有講你上面諗西？羊屋啊，羊屋唔知。羊屋本是香咯，撒嬌咯。羊屋羊嘅見到讀冊啦，就羊屋啦。羊見到有等啊。羊大弟係咪在有聽過羊屋嘅？你先嚟講嘅。羊屋唔係聽過。18意思。18意思。我有聽過羊屋嘅。羊屋等菜包都有啦，羊屋。是啦。แล้ว晒奶 ，OK， so 阿龍，怎麼你聽到這個鵝鳥哦？鵝鳥厲害哦。應該是有啊，唔會請你嚟。我鵝鳥怎麼做你被 follow 嘟嘅時都聽到。follow me。哦，聽到。嚇，伊好料，伊 natural 咧。咁我被講話做咩事？我係改變物件咯，係咩嘅？我是無拍算改變物件咯。做咩事？你做咩事？你聽到鵝腦呢個？我被當人誒鵝腦誒。哦，你查波就啲台灣喎，韓國嘅老本事嘅查波。哦，韓國。就是我就是講台灣咯，我是台灣睇到嗰隻韓國本成日看呢，你講話用韓國話講嗲嗲呢。我有一個韓國，歐巴呀，歐巴呀，老公왜 그래요? 나한테 왜 그래요? 항상 그래. 돈 관起來。特別韓國話其實伊度只隻咧，聲時候都有機會用嚟做俄羅嘅聲。哎呦，大波本是聲，大波冇俄羅，大波冇俄羅，特別樣嘅話本身咧，伊就是拖等等，伊小妹下拖等等嘅。安怎拖啊？你嚟解釋。叫你買你到底是做咩物件啊？伊其實是起航嘅啫，特別講嘅東西是呀，到底是冇可能。但係咧，馬迪又講啊，馬迪又講韓國話，馬迪就坐馬迪起來。我馬迪喎，就哇！你是講韓國話？講咩？你是就被 ban 你哦，只看是。I want to suck your dick too. Open up your dick, whip it out, let it suck it. Come on. All right. And open your mouth. We will shove our dick in your mouth. Go fuck yourself. Okay. 別使輪坐人起來啊！這裡。Oh, you're very gangster. Oh yes. Motherfucker. Yes, I want to fuck you. Come on, bend over. Whip out your ass. I want to fuck you. 你有咩之類？但係辦經租落啲啊？你講個叫 I want to fuck you。我唔知，同埋起來我上個伊是有講。我是 try to milk 伊嘅，買嘅後早學哋伊個垃圾。我比較ทั伊。你 move to audience area。等我get harassment or disruption。我 report。看條本啊，免插伊。Okay, 我 report anyway. So 咱特別check 看伊 profile 條，咱別再看伊要 moderate 是看伊嘅 profile 有當時你再講伊話得伊是
正常問嚇，代表見啦，咱直頭 harass 到你嘛，你係咯，阿 John harass 笑，老母，喂錄完起來㗎了喎。是啊，你係小班呀，YouTube。是啊啦，就真係係咪啲啊咯？但係夜啲。我頭晚唔使講咩話，直頭。阿 John， 都係阿 John 就個 alter ego 其實你阿 John 都係見到你喺 YouTube 嗰邊，你係伊係 band 嘅咯。唔要緊 ，light profanity is okay。crude sexual humor。แล้ว我哋台灣唔會看，我是要看，我成日講係咪嘛？is because 你聽人講 foreign language 就是起來直亂講。你講係咪？但係要講物件咩？我冇聽到。伊講清清楚楚嘅啦。叫威名阿薩哥，你唔知講係咪物件？你跌對啦，伊咪冇食啦。唔要緊咯，就係差落冷怪個好人背西哦。冇，因為阿差落冷時啦，差到等於咯。阿 John 只 alternate ego 呢啦，我唔知住嘴啊，真係。呢隻開伊嘅鬧出來啊！係咯。冇，我就對人講哦，發叫OK，冇人今日，點解今日？如果講啊，叫 event over 啦，係咪吹嘅咧？叫啲都落現啦。冇，就叫我，你唔使講咩？咩唔使講咩啦，我就講 OK good，not bad over。trigger 掉，即係阿 John 係阿冇話啦打出嚟啊！我也是，伊人成日特別要講啦，物件是要講啦，要 offend 你嚇。但是你伊無 offend 你，是你要做樣嘅時候，你是 go with the flow 咋，and then take another step 咋。所以伊講咩fuck you 時就你係講 OK good now your turn bend over and let me fuck you now。有時變咗嘅時候，有時別嚇掉，有時自己別成功啊嘛走。自己驚了你。對。對小人都對啊小鬼小人。Anyway 啦，大媽係時我今日，大媽應該是我來計講嘅嚇。Now bend over。Now open up your leg。來卡開講㗎，不要聽。那個冇意思。但我講做咩事人被打乞人餓落咧嚇，就是被打乞人餓落。啦，來看嗰個水嘢 OK 啦。所以呢個老餓啦，老死啊！所以那是你成日講你世界人啦，你世界人啊，你佢你餓落你 OK 啊？對哦。OK 啊。你餓落咧做你安怎咧？你做你感覺就安怎？我古早有一個朋友啊，伊甲我餓落過，我冚伊一把嘢，一查某咧，伊無假嗰隻喎。伊就講，我咪人學西邊啊！哇，我係爬到嘢啊！伊落係幾冇嘅咗，頭前嗰邊哇，都俾打我幾件了。我講啦，看到我看你都是一把嘢，我講你使你咪人餓落邊，我講你講話即刻正常邊個，你不要這樣傷氣嘛。แล้ว那是水咧，那是水你世界咧餓落你 OK 啦。一面一喙啦。哦，一面一喙喺頭一把嘅，手機錄個了出來咯。佢講水無聲嘛，佢傾白咯，真白咯。你特登講你是無水嘅餓落你有水嘅過餓落你過哦。嚇，有哦。冇。應該臭勁勁。我嗰啲餓落唔是裝嘅餓落啦，嗰啲做物件翻嚟啦。做物件翻嚟 OK 啦。即係做物件安怎？成個講人叫啦。叫我下你甲我做這邊啊咩我冇時間啊，可能。嗰啲 OK 啦，我係接受啦。特別 OK 啦，嗰啲 OK 啦。咁嗰種嘅伊無嘅啊，伊個嘅個老講，你使咩學嘅？你講話使較書本嘅啊，看哇，袂得閒。我講話就老行你先啊！聽咩聽啊？你副教。你講我錯咯，你講我對錯咯，你講。but let's say 咱講咱世界人啦 ，OK， 咱講咱世界人，世界人แล้ว你家己愛整
แล้ว你會成家教你愛整我落來我落去哦呢？別啦，我感覺打波我落是真嘅嚟，unless 你是做亂嚟佚佗是 OK 啦。特別你只是講愛我落咧，打波我落只，哎呀，叫你啊，感覺你未得，你未接受。我有 timing 嘅，我有 timing 嘅。啊，你 timing 我是嚟 maybe 你 within 半點鐘咪直接學咯 ，OK？ 過半點鐘了，好了喎，未得。夠了。我人，特別我要再講打波我落安怎咯？我人我落 online 了嚇 ，OK？ 最愛練酷啊！我落了，三叫叫。啊，三叫叫，係三叫叫，歡迎。我請你來。三叫叫，歡迎。我來呀！對，一次我攞三叫叫老焦了，哦，三叫叫。大家好。你有攤拍了，這就是個鵝鳥個三叫叫，使拍過啊，佢裝贏。PK 喏你。嗨，三叫叫你好，我是鵝鳥。別得啊！我愛吹啊！就出來，就講出去是裝。出來，大媽講出去。見到。做咩事那別單啊？咩出去咧？白白講話，哎呦！我講未落去啊，我未接。你muốn講上嘅嘢，上嘅嘢，都講下，見到。未啦。特別我俾查波較用惡咯，是唔是？打波愛惡咯咧，打波愛惡咯，啊打波有惡咯，攏不掉，攏不成日講打波為惡咯嘅別人安尼。做小嘅有啊，伊係做亂人嘅，make people 安全不到嘅，是嘛是。特別正咧。本有淡薄加查甫型嘅，樣會嚇樣會本嘅，樣白咗啦，嚇，my love。我拄着打波吼，伊學咯，伊毋是激聲，伊是嚟，伊sweet 咁樣。對。baby 今晚我們一起去看戲啊！你看我。即係你我來特課嗰時講 Mandarin 呢？我講我用華語溝通嘅嘛。哦，你即係福建話嘢，你講福建話快係我來。怪哦。做咩你講 Mandarin 嘅係我來？你奇怪咯，即係。baby 今日啦，白白去看戲，去食，你愛食又唔驚，咪好咯。會使嘛？特別打波 version 啦，特別是個一成日做sweet 那個咯，嚟咧是個幫你頭毛，แล้ว是聲個你講，แล้ว看目睭看到你目睭呢，嚇看住你目，當我特別做我係咧，我係抌料啊，攏講我做抌料，我來邊等陣，當我做我來邊，等我發成功啊呢，做我來。哎呀死！我未曉做我咯。其實成我咯啊。你啱嘛？這是扮可愛。係啦，我咯咪是扮可愛咯，成功啊！你會一個超載很加，你會加啲超載很加一個。哎呦！咬。阿姐。我聽咗打你練那個啊？那個啊？對唔對？問得我落你看，你看是300。你成個變歐皮剛啊！你看。是咯。一球不自然。安尼 OK。這是頭咯。這是白痴啦，好唔好？白痴。好啊，攰昏，等我咪做。
喂，做我俾一個抌料咧，抌料啷搞啊，啷搞啊？安怎？我叫 maybe 我叫半劍不劍水啲，唔是叫即個即個三九九加按鈕搞啊，做按鈕。你喺排哦，呢？啊，你唔是俄羅，啊，你是笨 Q。哦，你係對，安怎俄羅斯呢？俄羅呢？这不是弱智哦呢。No， 別啦，別，冇人愛看。idea， 阿 John， 你手攞嚟接起來嗬，然後切落嚟一堆嗬，你嚟切，all straighten up 啦，然後搖。哇！會使係做啲講啊，未使講唔有俄羅，有個了你未記？有啊，这里有隻叫。扮 Q， 我又唔知，我又唔知。這 OK 啊，這係咪？呢個係打閒俾。真係好笑。我唔知我垃圾打到你都是弱智嘅哦。我係穿了就一幅好了，一幅了。然後以後你種智障嘅可能有別。我係穿了就唔知俄羅斯就穿你咪嘅。是啊。穿啊！哇，六百腰係嘛？俄羅㗎嘛？有。我阿面後邊有，我都係後邊嗰邊咧。梗係冇後邊嘅後邊。佢一半漿啊！俄羅斯，我教你按俄羅斯。你教你按講話，上個你按煮物件，好你食是啊。你講哦，so sweet，誒，佢咪是 sweet 一個俄羅。我有隻俄羅教你按嘅，是講。你特登講做嚟聽話。 so sweet。我講我冇愛啦。冇得做呢俄羅，我是你講條煮麵我就特媽，其實特媽貴個數真係好聽事，所以我冇好lon看我食面，特別好料我其實只我自己炸嘅 basil 啊，然後到自己煮嗰啲 beef 嘅 caprao 嘅好食。啊，俄羅教嘅我俄羅教嘅是冇講話出聲，我俄羅教嘅是成日話我夾我嘅頭係困到啲閃過頭，然後搭一粒頭。搭一個頭，去路易哦，路易，頭路頭，頭伊上個你面啊，你搞啊，嘴嘅，用伊成個人路嘅，可能，丟，我有叫我頭呢，路伊成個頭啦。你阿伯就是伊那是俄羅話，我咪是諗伊成日諗掉要，佢伊俄羅話是話俄羅伊啊。你阿仔有俄羅路。Oh my god！第一俄羅就是話阿仔啊。少大啦，兜嚟攞嘢。我鳥是冇嘅嚇，我鳥。我鳥不會有俄羅嘅嚇。哦，我鳥真正俄羅，你唔知特別你看一起，就我起來暑假困到啲位，就 shoulder 有嘢趴掉啊 ，shoulder 特別彎，伊頭特別剃掉啊。我講聽，特咩困時候，伊特別來，伊有 routine 嘅，伊去啉水。伊到底我嘅桌頂嘅邊有一個有一side table 嚇，有一後水是學伊嘅，所以伊是過去邊啉水 Bruce 嘅邊啊，伊過去邊啉水，一過來困到啲我心肝頭位，然後幾分鐘就一個起來，一個去啉三刀水，然後起來正轉，一直砰就幾刀，又對我心肝頭，然後踢落嚟我心肝，到底我按摩管嚟困了，按摩管嚟。伊特倒來，伊嘛是喵嘅聲，伊嘛是正俄羅嘅聲，伊喵。好啦。伊特倒來。真問題。伊真正俄羅嘅，然後伊別成日講你看到戒掉啊嗬，伊到底下邊戒掉，伊看到你戒掉，伊到底就會來你卡去踢掉。梗係好呢，我有時嚟教啦。誒，林細，你是咩俄羅？教外校你是教。咁啊，普及教了嚇。Sorry， 教我有試過教啊。喵嗰隻問仔嘛。冇得掉咧，冇得掉。我有呢隻鳥嗬，我跟隻阿仔是第一俄羅嘅，
處理㗎啦，處理㗎啦，樣就嚇哈，結婚抓死，抓死。都冇猜路誒，相連嘅。冇曉路嘅主叫，路主叫伊。伊隻高鬥誒。講咧做嘅伊高鬥誒。嚇。你冇叫伊小家己來嘅，有陣時。哈哈，對。另外一隻鳥咧，伊是會伊彎路，特別你手動唔得嘢，伊是伊彎個上擺一個 step，你手伸其實都會袂動得嘢，所以伊我鳥就是安尼看。阿龍個請我嚇阿龍。唔知，個仔叫請伊啊。阿龍，ไม่คุ้น龍，พี่講話龍。嚟，阿生叫講。阿龍，買個褲呀，邊扯起來，阿龍歐巴，喲，爸，接佢10次啊，幫人，叫伊好屌，好屌，買哦，阿咪買褲呀，伊俾人叫人嚟看你下，伊俾叫人叫人下。老細，快啲醒啦！老細，我成日叫佢老細喎，我成日叫佢老細。冇啦，喺你中國就我咧，俾講好話咧，我話你中國強啊，老細。我講老細，你不要講老細。啊，對，講老細。老細，你好笑。OK，頭先講 OK，我咯。哦咯咧，你話我俾聽你無暑假哦咯人，你聽到人安尼哦咯，你是見到你是 enjoy 感覺咧？誒，見到走去啊，直頭未得閒啊！走落去啊！未得閒咧，走落去啊！見到就走落去樓下。啊，後面拖去啊，拖去嚇，拖去你會得閒啊哦咯？拖去本困嘢啦，你南西做咩事？你未得閒人哦，未得閒人哦咯？你講你冇 grow up，你教咗冇呢？我教咗就冇呢啦，你身邊本冇人直直教我學羅本啊，我係驚。嚇，你驚咧？驚細漢嘅時應該是有學羅嘛？照本。你特別你出來人有成個 show affection 哦，成個講你會成個攬啊，還是 kiss 啊 ，goodbye good night I love you 啊，有即係有啦，特別。伊袂講伊愛食行行，嗰時咪伊學咯，伊袂咯。特別若是講，入面若是買唔是無迄個 manipulative 嘅學咯嘅呢？成個講成個，往時你成個講你硬啊，成個要來成做隻字條呢，劍條你手，你頭下到啲你膊頭，你無咩？睇你是算咗學咯本啊嘛，你免講話。對。其實你愛估一擺咯，唔是特包。呢個sorry 個打攰啊！你係太古哦，係唔使？多就你禮拜嘅，本未打閒太古哦，太古。抓啦，乜你哇！不，這種是老夫老妻，這是教英七姐你嘅人成日，你笑下，你係你頭到正做咩？係咪講？我念唔是個話了，個念話。拍拖呢？伊可能講舊年嘅大都冇會借咩，嗰邊借嚟。特別冇咩 ？OK，你即係你半減啲，你有成個講，你看成個 snuggle，誒，特別有驚，成個坎坷啦。有啊，我人只 affectionate 咧。嚇 ，that means 你算咗我老本啦，你咪講話嘛？面是成個人講話呢，我攞啦。係啦。是啦，你係 show affection，然後你係愛來又冇上辦法 show 嘛，你咪講有愛來講話。那個呢？嚇，你想 OK，你做你成個 sweet 你咪講，即係當你頭毛啊，還是掂你手啊？我較 affectionate 咯。啊，我掃伊頭啊呢？你掃伊頭毛。我按嘢鬼拍落架吹咯，拍落架吹咯。係你笑我。即係唔使是愛啦，即係誒，使本啊 show affection 的，即係 show affection 本事呢。我教我囝人嘛是真正 affectionate 嘅，我囝嘛是真正暑假走起來話嚟完成啦，嚟諗啦。啊，對，係你咪是愛樂咯。affectionate 啦，愛樂就是。是啦，我 translate as affectionate，特別 not。特別 not really 咁嘅，你就係撚我攞是講話。當地時是我攞一半未掉啊。哦咯 ，OK，
俄羅是我諗講拍普通嘅俄羅就是講成日你被somehow 係諗講俄羅冇啦，俄羅是有兩項意思，會係 positive 或者 negative， 俄羅是 neutral 嘅。然後你係 affectionate manipulative affection 咧，就是人特麼講你你想要嚟探物件被上鋪嘅很啊，然後你係 affectionate 是 just purely affectionate 嚟嘛？你成個俄羅斯想要慢家，你要甲迄人做只點聲，做只了真正換真正親嘅，係一種點聲啦，就亂做只藍調啊，然後會使講話，會使我識講 sweet talk 咩會使嘛？係咪愛困嘅事啊？只要我 understanding 嘅俄羅斯，未使俄羅伊，未使 praise。你講俄羅呀？俄羅冇想，俄羅特別是曼扎啦，你真係曼扎。我講洋澳，我唔知啊，我是達到定係是達人講是講洋澳。OK， 咱特別叫學點去吹個洋澳係咩意思？俄羅啊。俄羅就是比賽俄羅伊。你是俄羅冇想？俄羅是 brace。OK， 咱來看，這是人學點個困擾啊。俄羅加俄羅怎 spell？ 你就咱聽看這內聲就像啦，俄羅加俄羅，俄羅加俄羅，伊個 spell 怎 spell？ 俄羅是 O 呢嚇，俄羅是 O 啊，俄羅。對，你有聽了嘛？冇啊，未聽過。哇，搞啊！對，俄羅是 OOLOO 是俄羅，然後俄羅是 OLO 是叫OLO 俄羅。俄羅咧？俄羅是我本來特別一調唔上哦。一頓唔上。你是俄羅啦。是裝嘅聲，即係你切麥是裝嘅聲嚇。完了。你冇數就好。冇，我啲愛叫我驚青，嗰啲困了個。多謝大驚驚了，細漢驚。細漢咧，你困緊咧 sorry。哎呀 ，sorry 我攞啫，即係粗鼻啊。你粗鼻，咱笑緊咧大聲。十波驚。Oh my goodness！你真粗鼻。咩？未使講。搞笑，我未使講我嚟用啊。你冇開畫面咩？開畫面啊！哎呦，畫面特別開不好嘅畫面，是唔是老人？唔知啦，我冇笨蛋。特別現在見到話就是一名杜高嘅名，伊未使俄羅伊。未使俄羅嘅名抄頭。伊未使講伊好壞，咁樣太惡㗎啦。為知我就抄頭。阿江。哎呦，真係慘佢。還珠，你叫咩名？你叫愛嘟，做咩就叫愛嘟？做咩就叫？我未記啊。I think 是唔知是係咧，特定帶咧 Apple 物件是咩 I 咩？係啦 ，Apple 就是講 Apple 嘅物件本，做咗所以是 I 嘟咯，係咪物件嘟？裝台是玩台，裝台。裝台。我被怪啦。嚇？John 海咩？嗰啲係 Apple related 嘅。似別大漢嘅人叫胖朋友。係咪似別大漢？會接生嘅啦，咪叫胖胖啊。人叫胖胖嘅有。我有朋友叫胖胖。有影真正大隻，伊大漢嘅字有影真胖。我說細漢嘅時特別叫胖胖咧，依家係大漢啦。你好生下就看生叫叫呢，未怪咪是未背咯，生幾生叫叫嘛。然後我咪叫我話表壞山。你未背啊？個變咗生叫叫喎。所以換個碰叫叫。碰大海頭都咩啊？碰大海頭一直想叫叫嘛。冇可能嘅事啊！即係咧借你啊，未背嘛，都可能個實等你背起來。未必咧，你成日你會會聲無聲咧，是背嘅。
我嘛無背了，所以我呢個我無背。我其實打波係定到神神咧係了是舊家40-50歲係是特別背嘅。是咯。嚇？會啊。特別我唔新過。阿咪冇經驗。我真正只講。我就被背，我真係是我英文唔是我 problem， 咪就被背。即係被 hack 是我 problem， 我唔是就被背。OK， 我來，即係我俾再講，等再講做咩事？以俄羅嘅俄羅，做咩事聽唔清楚啊？等再講俄羅係咩意思啊？係我再講做咩事？人無事講俄羅是因為 manipulative 嘅事，人無事講人俄羅。maybe 啦，啊是未打鼾，愛看，啊是講下你俄羅是 natural 嘅咧，就 OK。然後買上這本，成個南媽我做嘅是假啦，做出來啦，我家己聽啦，我冇感覺只嗰啲嘢啦。然後你再講，啊是講 just 跟阿你甲你愛人，然後你安翻點？成講我甲我翁，歹勢我未咁講，我教因了。因為人有只長嘅時間無講話，對，只做物件無 update 掉，所以成講我甲我翁點時我做小嘅學樓啦，調成南媽你看，你看你做小嘅啦，調啲嘅啦，啊是講有調時是有影咯，啊雪嘅咯嘛。OK 咯，真落久啊！特別係你時，你哋愛家住嘅咩？你有時講係種，像係種，有陣時你出去外口，你看到種做小嘅啊，你伊為了要做嘢小嘅嗬，然後你看出前啊幾就叫做，hello 靚女，翻過嚟看，你可能你錄到你 reject，你 B 掉伊個超弧線，伊 fish 超弧線。你看了伊荷里妹走出來，伊荷里妹拖出來啊，你就知啊，你是假。有啊，是講伊個自然的有誒，你看到有影是生講話，就是安尼款誒，你就會接受。係你有影講假做出來咧，係你就給。查某就袂講咩？有誒查某吼，伊學落好生啊，真啊巴閉，個真啊破格啊種誒。哈，安怎佢我咯？你做嘛？形容我一做個真啊做，然後給個一款嘅哦。有咧 ，OK， 有咧人係啊，因為做學咯是要學人看誒，伊人要學啦，唔是要學係一個人看啫。嗱，所以伊個學咯紅是另外一問題，要學人看，你是伊家己數字嘅數啊。有啲人是伊要做開紅，是要。咱較就是紅啦，就少講是打波學咯，查某就啲 public 較少，所以你成日查某學咯甲伊打波，特別伊是要學咯來學別人看到，這是我嘅 boyfriend， 這是我嘅紅，攏捌看過可能。哦，你是講伊袂使啊？show off 就啲 public。哈，對，係咧是 show off， 要學咯學別人看，唔是養老人嘅事嘅就即係。係你嘅假啦，對。講伊只哇，成樣。即係是我紅啊，你唔通手舉來哈呢？我袂拄過哦。哎呦，我看到我唔是成個我唔捌正拄過身邊人，特別我成日看戲嘅 situation 是捌看到，可能 situation 啊，安尼是情形，因成會成個要甲別人講即個是我啊哈，你唔通來啊，那款嘅理由。甲啲比較濟，安尼款嘅時候你有合理買嘅嘛？對，即是 manipulative 咯，就是要用伊個迄個學落來趁物件咯。哦咯，但我攏講佢，但我個時候未記啊喎，阿龍講嘅係咩啊？塞奶，哈，你會曉哦，你會曉聽過啊？你捌聽過啊？399有啦，有啦，邊啲冇人講塞奶嘅嘛？哦，塞奶意思本是成個講成個文字學落啊？我冇錯，話塞奶就是華語撒嬌。translate 過來嘛，可能是閩南語講嘅啦。
台灣人講用，我冇。特別我唔，你講唔是喎，阿龍講唔是喎。喏，台灣人講叫啥叫啊？冇，當人叫晒奶，特別一寫是唔是叫啦，意思。哦。嚇。OK。特別我知這個字啦。嚇，我唔係聽過啊，攏好了，攏過聽過，我唔係聽過。有歌唱西奶嘅歌。有歌唱西奶哦，我就是聽過咯，有福建歌有西奶這個字嘅。我巴生嘛是講西奶。巴生有講俄羅。俄羅有本啊？上一首。上一首啊？哦。洋澳冇，洋澳有，洋澳。句名。等陣，南西你都俾卡俄羅，但冇梅。講下劍就搏到哈，我劍定劍就搏到。講，問講先。我梅南西叫南西俄羅嚟跟你講。問我老爸啊，自拜。你講下 committed 淡薄，講下佢。別啦，我係聲都唔是你看。冇，你都俾掉啲嘅，你俾掉啲嘅，你俾俄羅嘅，嚟，琴日睇訂你俄羅接啫。生叫都掉啲咩類型啊？掉啲啦，掉啲啦，我攞乜講話聲翻你嘛？你當乜講話就翻你？我把你講話是安尼款啊，安款叫 natural 俄羅聲。冇一破湯已經是俄羅咧。聲講 natural 真正冷漠。聲啦是聲，但係我冇講掉啲聲俄羅講話款啊，可能是我聲嘅數。我講講話攏算講算是俄羅。嚇，就冷漠就冷漠啊咯，冷漠啊咯。哦。誒，安款我知。誒，特別諗咪嫁即係南西嚟揀咗俄羅，你講俄羅啦，就係聲。你愛幫女，買呢定幫個女淡薄。嚇嚟。想教你做 yoga 嘅咩？我冇做 yoga。一極定嘅大擺，你嚟南西你講啊，到嘅。我老。講。到嘅，有冇我這個字？咁講嚟啊！到嘅，八神啦，有講奶奶，咩叫咩啊？叫羊白啊，羊。那我講啦。到嘅，八神啦，有講羊鵝本呢？嚇，講嚟。什麼是個到嘅講啊？個講唔出啦。衰啊！那喲，誒，你放個眼罩嘅時候，有咧，即係阿攞咁樣白嘢嘅 reaction 啊，兩塊。誒，你特別講嘢嘅時候，講下第是講出嚟，特別講知道。我被看，我當然 video 是綁掉到嗰邊。然後我被聽你先，我掉啲時候你冇看到一邊咧嘛，一時做另外一個 platform 嘛，所以如果係講嘅就一直沙講。我被看這個 reaction 嚇。我未。一直 commit，一直沙講。我冇 LO 嗰邊，誒俾人講錯。LO。講句。哎呦，別人grill 誒！你講未出啊？你講未出啊？你講，別使講看埋 L。啊 ，OK，嚟，別使講下。如何意？後面醫生都上咗講。你是講你每道嘅，巴生人有講洋澳噃，特別講俄羅嚟講。嚟，一起上。他說，一個。因為佢真係冇俄羅啦，未曉俄羅話人啊，真正勤學講。人家個波人機，好笑。係咪？冇啊，OK。個波人機，係出入嚟好笑。係，別使講。到嘅，花生人有人用洋澳講嘅噃。耶！哇！我冇嗰啲叮。搞，嚟我俾聽南西講，嘅呢，嚇嚟南西嚟 try 1、2、3。到嘅，巴生有人講洋澳嘅話嘅噃。冇咩教過，講下冇咩教。
你要成個真正人馬咧悄悄嚟講，一二三講，我悄悄講因為已經是慢慢，你咪講就快。愛觀音。變鬼故事去，你變咗鬼故事，扮下歌就是鬼故事啊咯。一直到嘅。哦，我唔再講啊，個係叫南西愛俄羅斯的勤口嘅喎。嚟個做佢，直到阿威就 one last time committed，講拖較長淡薄，แล้ว是水悄悄。應該是到嘅，超自拜。我個影啊，我垃圾。你咩事都冇哦啦。伊講嘅反正話一條會問價先，問價是唔是？我垃圾愛臭話。一條用臭話問價先。一條用臭話咧，你超自拜。你馬普基。你特別 balance 啊，你特別 balance。伊就袂 balance， 伊袂使成講，伊聲個人馬咧，伊 message 個人馬，伊就袂打喊了，伊上人馬。伊成個阿張人馬名下叫安尼。Game over please， 安尼。就是啦 ，Oh my god！ 啊！我想問啷啊，啷代表咩是靈芝磨撐場哦？靈芝磨撐場就係頭整落嚟二個講一道。靈芝磨撐場，係咪是靈芝 ？Ringgit 應該是大波嘅林柏芝啦，磨撐場是唔是？我唔知啦，寫下你。係咪話嚟？抄話嚇。靈芝磨撐場。滷嘅林柏芝磨撐場啊，嗰陣時唔知啊。ลิ้是滷嘅意思啦，芝啊，芝是。我唔聽過啊。maybe 芝是伊個椒類。ลิ้是辣椒。ลิ้嗎？人講ลิ้嗎？ลิ้是蝦米話？ลิ้是蝦米話？劇話。靈芝磨撐場是福建話，我唔知。應該唔是福建話。應該是屌都講嘅林柏芝哦，磨撐場哦。林柏芝哦。是唔是吊蕉？我唔知，寫下啲人講。客家話咩？劇話。靈芝磨撐場，就好似瑞芝磨撐場。馬雞鏈啊，人講嘅鏈啊。嚇，鏈是爛嘅意思啦。嚇，屌。芝呢？芝咪是芝咯，林柏芝咯。特別你都唔是啊嘛，鏈。我想芝是瑞姐姐啊。哦。阿邊鏈是。啊是，伊是講講瑞芝嘅磨頭磨撐撐呀。自閉磨撐撐。嗰啲啊，冇一部 wax 嘅咩？我唔知。我是細漢時聽人講靈芝磨撐場，我唔知仲有冇聽過，啲人就只冇聽過靈芝磨撐場，靈芝我唔係聽過。靈你使講靈白靈嘛？靈老母嘅靈嘛？靈芝磨撐場就是講你芝嘅磨撐場。應該是自閉磨啦。我怕佢吞大類啊，嗰啲。你只俄羅斯，你講下俄羅講下。阿 John， 我看這小號，這點寫啦，阿 John 人啊，困喺旁邊啦。超未清我啲呢。OK，但係俄羅咧，其實有好嘅機會用為俄羅呢。嗰啲愛人哦。咁你愛人我愛個人做咩啊？又愛學咯，我攞嘅課咯，係咪？繼續講咩？係咪小杜？介囡仔講。囡仔，我食囡仔學咯，我食暑假嘛。做冇聲嘅。對。就是咯。後面冇聲氣，我阿媽一陣冇聲氣。哦。
無線 connection 無好就較好。所我老實囡仔嘛是成個我只 suka，OK 我成個 animal 咯，成個我係鳥，我只 suka 我老咯。慢咋？囡仔咯，囡仔只 suka 我老嘅嘛，我個嘅就話目前嚟講。但係我只 suka 囡仔我老本嘛，成個一對條，成個只手臂嚟看啊，一對條路，成我去找我這 grand nephew 時，哇！一拖叫我對起對路，然後一困阿婆車起來要找我，你看我咪是只個啥只，哎呦個啥樣，你看咯。你樣叫路嘅時，一條條 Q 嘢，唔會 Q 頓嘅，看你是唔是？一條冇啊，即係一條路咩？一叫我故講咗。可能較勤苦嘅事啊！伊坐路禮拜，伊有坐我禮拜，伊特別我只坐落嚟頭看咧，走嚟伊只是個古山咧，伊只是個夾尺啊，然後伊古山坐落叫我禮拜，然後伊開尺咧叫我讀佢聽。就我落落呢，所以了我睇佢聽咧，伊是夾 sticker 咧打 sticker 到啲位卡，你講，แล้วจะชูบี咯。我就記緊嗱，你看咯，我咯，你阿母都是成個伊 sister 咧，都較細漢，頭時我看到伊青หุ่น嘛，冇明白話，有時過夜時伊度成個來我抱伊時，伊就是伊學落話時，就是我抱掉伊，但伊頭，上慢慢咧貼到你頭，也是貼到你 shoulder，你看咯，佢哋嘛是細樣咯。囡仔特別會曉安尼學落了，伊人甲會人大人會使樣伊嘛？對，特別啊，樣到家一個會聲吼，樣着無安尼款咧，伊要歹勢啊，所以伊就無安尼做。所以你特別點聲就少呢學落點聲。對。學落別人呀，學落別人呀去做。係，無啦，成個樣到成個外國走啊，白路12歲啊嘛，所以。伊就無甲你安尼親啊，伊感覺較歹勢，然後伊就無做，特別咧第細漢誒咧就啊，你啥子把你啊，反正3、4、5歲個啊，哇！伊會做了樓骹樓頂咧，聽到你對啊，伊就阮走落來，就大聲叫你話姑姑，姑姑姐。迄個 maybe 是查我是啦 ，because 我迄個是姑姑，因為伊是特別叫我一看到，誒 ，it's 姑公 John，it's because 是阿嬤嘛，半面一半嘛，一半當然一半阿嬤，伊看到，hey it's 姑公 John，伊就不顧，伊就講就愛看到，hey it's 姑公 John，我伊就成個伊講一個句 ，I'm Juju。一個講咗，因為頭幾早都有講完嘅嘛，所以就俾人香港我講話。特別即係出面我未打嘅伊，我哋看到就是成個我去咧farmers market 嘅時候，伊咧食隻嘛咧，伊就看了我嘅手咯，看了我嘅手行。咧一個就出面，一隻手看了我，另外一隻手係到啲 pocket 入面，我梗係未打我看到我梗係個ramp。囡仔即會成就係出面嘅。呀，叫誒夠啊，5、6歲6、7歲啊嘛，但又怪佢。即係南西啊，咧係 reality，except 而家個人 bring back 咧 reality 啫。so like enjoy 這幾年。I think 出邊是成個3歲、2歲、3歲先係出邊。看本咧有誒到家5、6歲，個 still 出邊嘅。特別你看。伊讀冊咧，伊就無了誒，伊甲有朋友咧，伊就無了誒，這樣較濟聲。特別看本咧，伊可能無甲你安尼學落啦，特別伊成講都看你手下面哦，都 OK 個。看查某達波啦，達波就無安尼款啦，查某 OK 啦。我個會記得有個嘅，你講來看鏡啊。伊個袂歹勢個。我係驚本把你甲我看手本，21歲本甲我看手鏡誒。咱看會打很多。是講伊把你，伊朋友嘅世界較濟啊啦，讓朋友。那個伊個啊嘛，大漢啊咪我啊。做款嚇，冇樣是驚人笑講我媽咪啊，那款人笑伊嚇。你伊 baby boy 啊，你看啊。伊講 kiss 伊吼，啲厝 kiss 伊了，kiss 伊。
愛邊咩？愛邊咩？啊，上一天我等於是嗬，別使 kiss 一半嚇，一啲車 kiss，別使啲靠 kiss。有你別使冇車，啲車啦，你等呀，別使啲妹，別使人看到爸母人就無面咧。別使去接伊啊，然後呢，也見啱啊，即係是賺normal啦噃。好笑好笑。normal 舊家節你開聲啊嘛，人大漢你今日講我大漢，我唔係安尼款。我會記我接落來細漢嘅大漢，我就是細漢時候嘛看我咯，然後大漢嘅時候我看埋貓。แล้วว่าก็จะตัวหันแล้วว่าขี่จงโอสามีว่า關事我特別本是看外馬超嘅，所以我係馬講伊人嘅朋友啦，班馬朋友講，喲，你會驚啊？啊，你大漢咧，個看到你超嘅啊！แล้ว我馬講，細漢時我看你大漢咧，伊看我你看啊！特別我冇我較當劍，我本時出門嘅時候，本時看到我馬超，我冇插啦，反正我係款式嘅款。哇 depends on family 本嚟，我 sister 會驚，不是看人入幾歲會看嘅馬超。就所以白佬我驚11歲，我本是看你超行。咪 stop 咯，until 講伊家己咪看咯，咁冇，伊個好我看咪看咯。特別我是成日人看到，我是attitude 本來我 attitude 是你看唔過吧，你咪唔明看咯。我冇辦法講，佢哋冇是教者嘅，咱當人啊，或者咱亞洲嘅教者就是安尼看呢啦，可能甲安講啊，愛不說出口嘅，你明白啊？甲無表現出來嘅。咱嗰時講只按摩哦，無誒就講我翁是西班牙嘛，我苗啊，伊個時就講伊來客，之前來客啊，反visit 我當時哦，我介去 shopping mall 行咯，伊會看我手誒，反看了見誒。就是我感覺是看人甲看家庭嘅啦。看一人關係 publicly show affection 哦。對。人當人甲歹勢甲無做迄物件，你像我嘛，以後你看是像講過街路啊，安尼時間你反看嘅。你話是講平常時同人看你啊，伊個怪怪。嘿，你做咩？定是冇累了？特別嗰隻 Asia 嘅查甫嘅咪查某嘅看查甫嘅手啦，然後查某甲查某嘅特別查甫人老伯甲囝甲看可淡薄。看可咯，啊無誒啦，人無誒啦，啊貴啊大漢啊就無一啲嘅就是手係啲 shoulder 呢，啊就 brother 安尼款。我看我媽，冇看我爸。後面我看我爸是成日講，我可以成日。成日伊上未起來是驚巴肚嘅時候咩事？哈！我無成日話嘛，安尼手牽手嘅，你看哪？你看手牽手，我教我嘛是手牽手嘅。我特登看到。我攏冇看到，攏有注意看到。我特登看到呀。我教我嘛出去時，你看到我看到我嘛手啊。我會記是一個故事，就是我媽講嘅，我細漢時我往到啲甘榜嘅位，我講嘅就是啲甘榜嘛。然後我哋行路，佢哋甘榜路咧，伊係阿達，佢唔是阿達，你叫咩？阿三哥嘅站，阿三哥嘅站，伊會見一站咧，伊要拖到變成個樓梯站嘅嘛。然後我路嘅時，我媽看我咯，แล้ว我媽講你鉗掉啊！肯定媽咪拔刀嘅時係拖住你，就拔刀，我跌掉你講。然後我講我媽講，如果你咧歹死，就講唔係我跌你。我咁媽講，我媽講我跌我媽。instead of 我媽講要跌我講唔係我跌你，歹死哦。當件事看我媽就是我驚我媽跌掉我嘅事。我被帶歪嘛？唔是驚你帶了伊咩？你是帶了你，應該驚你帶了伊入條。安尼大箍帶咯，咁老啊！所以你家己拔刀都無呢想過，伊拔刀我個互你叫帶一刀，打到對，個拔刀個條帶解好，拔刀無數條帶到出數。佢頭生嘅，你話沙條講成日落有成日講會成日攞嚟白寶啊，會成日靠惡落嗰啲白寶，成講出去是成日教改樣，卡寫線改人看啊。
我媽無suka無suka人看伊嘅。我媽無suka人看嘅。yang無 suka， 反正特別yang suka就係講人只要食物件，你食物件係第一半碗。無相嘅蚵咯，嚇。無相嘅膠個，伊就感覺伊 suka 咯。即小膠個嚟代表你蚵咯，係呢？對。OK，嚟加幾招啫，加幾招啫，嚟。你講阿莫人啲啦。就是嗰啲雞絲字嘅，是唔是咁啦？哎呀，買啦，你食啦，是唔是？你是講咪人嘅白寶嚇，媽是白寶啊，是媽，咁啦，你也後面嘅可以食伊嘅雞絲字啦，就是講，啊買啦，你食啦。啊，但是入邊學路嘅。雞鵝羅，雞鵝羅。阿媽嘅有呢？可能叫雞鵝羅啦。你可以食，你俾面嘅可以食，講哦買啦，買了累啦啊。無喂媽，必是愛啦。喂媽無喂媽，佢開始講誒，我愛食下面，都係俾下你好啊。喂媽是無教你雞鵝羅嘅雞歹勢 ，OK？ 哦，我唔好講免雞鵝羅啦，人nghe後你就食啦。無，喂媽是講想講，因為伊家己，伊唔是迄種上個。西方人會用翻教你表達伊嘅愛啊嘛，所以伊表達對你嘅愛就是煮你哋自家食嘅物件，你買你自家食嘅，反煮啦係啲你碗頭前了是出去食飯，一夾你就去自家食嘅菜，安尼款，所以你就做相嘅物件都對可以安尼款樣咯。特別有當時是上個你嗌佢食嘅時咧，伊講。買啦，啷食，我見啊，哈哈，我包括佢都想講，伊見講，唔係啷見啊，啷個見啊，個食較濟啷食，嚇，我老難免食呢濟。特別啷未嘅，啷是 OK， 唔緊啦，你食，你看呢下嘅殺可以同歡喜咯。你哋是講，我你買隻 OK 嘅，夾對哪一邊我一定。叫雞鵝羅啦，好啦，咁咧，我啱咪是我夾菜可以，同時嗌可以。啊，我食別啦，咪叫你食我無啊，即我家己會曉教，我講，我嗌好嚕就食。你家己無鵝羅咯，你？我夾菜可以，伊講聲嘛，伊講啊，免夾可以，伊講啊，你免夾我家己曉夾，我夾嚕就食，你免講你啫。我講買嘅時就是，喂，我啱就知啊，我講買就是講下啲物件，我無自家食嘅。哦。伊講買是就是關是講買咯。唔是因為講伊買食啦，唔是，伊就是關是，伊關是無人，伊關是因為無人安尼款做嘛。แล้วว่า安尼款做，伊垃圾講成個。看干菇，冇 respect 啊！你講講啊，我家己曉做咩事，你咪嗌好啊，嚇！我家己曉啊，你咪好我較多肯做啥垃圾講我冇 respect 咯。無卡無，伊是咁講，我無卡無手咩，你特別嗌好啊！伊本唔是咁意思，意思講我咪麻煩咯。我是講你免嘅講，你免嘅我家己來你看。我家己好做。伊嘅意思是想講你免嘅講我家己曉，免麻煩你啦。我唔麻煩你，麻煩你。特別對我是講，安尼講我會做應該是即個咯，咁無。即是你嚟講，即是我係我攞了嘛。我攞咯，你無接受我是對人了嘛？我學我知啊，你咪講講正啊。等，我未講南西啫，南西你係講成日同埋一句，我嗌後你就知，你問教我講你謝，特別用隻俄羅先嚟講。哇，嗱，過嚟 call 啊！嚟，講一條細條大啦，嚟 call 你巴數啦，你 call 你彈係咩先啊？那是你。那些都冇發生啦嚇，靠巴數嚟，你講慢慢啦講，你 because 你想一句話嚇，但係你講嘅就惡嘅聲嚇，你講嘅惡嘅聲講，你破湯嘅聲講。你就知啦，放屁啊！冇，你講你破湯嘅，你講你破湯嘅惡講，我以後你就知啦嚇，你講。我以後你就知啦，你唔係啊冇我講啊，我以後你就知啦。冇，你講你忙亂啊！你咪亂啊，你食咯。
嚇，所以這是普通嘅啦，OK。但你咪講學來咧，都普通啦，唔解啊。你你是上一句話，你用內行嘅講法，佢冇上嘅。OK，等陣我學你 demo 學你，嚟咱叫即個，咱叫即個鵝鳥嚟解講，講忙亂啊，我nghe你就知啊。嚇，你講用俄羅斯嚟講，免講學嘅話，講講學嘅話，講學嘅話嚟，我nhau，講俄羅斯上。忙亂啊，我nghe好路就知啦。嚇，想本地就食，你看咧嘛？所以啊，你想講無上意思去，你知哦？我聽嘅，我聲，我拿拗計都無想出來嘅拿拗嘅。但上叫講，上一句學緊話。啊，係咪啊？我講一單。你忙亂啦，我見下你就知啦，特別是。忙亂啦，我見下你就知啦。即特別講我來。我來啊。嚇。你咪亂啦，我見下你就知咯。嚇。OK，嗱，你保持先生啊，嚟錄嘅是南西。南西咧愛講，但係等於伊嘅喙吼講未出，是唔是香啊？南西。你咪亂啦，來食啦。好你咯，我會。冇，唔是你咪亂啦，我nghe下你就知啊。係啊，而且嗰隻碎實嘅先啊。係啦，實嘅先。你就知道車驚啦，譬如食得好啊，唔會。你講沒有就特棒毒哦。嚟個講個字仔，諗誒。你咪亂啦，來食啦，nghe下你就知啊。我老背啦，背成功。背啦，我唔是擺做，我有樣做啦。我仲未教你按琴聲啫。啊，我未รู้你係計講要求愛物件愛話啦，你會計學落講係時講誒，為一個俾我話，安尼看咯。啊，南西呢是，這是我自己累啊，我自己去邊嚟俾。是啦，特別累就是我係累。OK，所以免計講嘅啦，就是自己去俾就對啦。OK。啊，咁刷別卡呢？OK。所以俾，我要叫一句，我要聽一句啊，我要聽別使講，別使講你講到。咪，OK，我叫人講，OK 嚟。按照講下面。講你忙亂啦，我nghe你就知啦，特別講這就冧啊，這我來先講。我唔會嘅，你講買亂嘅字咯，我講你咪安尼啦，我nghe下你就知啦。嚇，哎媽搞，按照南西講未出嚇。差唔多上，你咪亂啦。冇差唔多上，完全聽一地。等陣我等陣，嗱是講我叫你硬講驚講咧嚇，硬講驚講你出嚟講，你講未出嚟，講我直頭 disqualify 你啊直頭。硬講驚都講有正路啊，老。來，做係嘢嚟笑硬講驚嚟講啫。我講你按接到啦，你冇聽到咩？我冇聽到。誒，我冇聽到喎，等下你講咩？冇聽到，撳就咪。哦，係啦。亂啦，我nghe你知啊。嚇，加搞佢亂咁晒。Oh my！我攞地址，我去扒咯。KL 嚟，我驚啦。KL 不單啦，是唔是？中是唔是？嗱冇乜病嚟，冇乜病。冇病嚟啊！冇病。我哋講車了。我困住車啦你。冇病嘅了解我啦。諗晒，你講你按拍拖時間做。未記啊，上久了。特別我拍拖後，冇可能人拍拖是喜歡你。是冇咪機變嘅啦，冇咪機變啦。哦。咪隻強緊。呢隻現實，冇啦，有個人夾波無，特嚟夾波，安尼立馬本嚟啦。有可能頭拍拖是有啦，頭一兩年 maybe，嗰日是搞應啊。看人嘅啦，看人嘅。唔是講看下你人嘅，有個人天生就唔是安尼看嘅嘛。嗯，你就叫你做一隻강구嘅啊？我諗30年啊，真係。嗯。特別我感覺
若果無要緊咧，我冇看過有人已經成驚20年啊，冇 still 有嘅安家寶 still 有安尼款咧，所以我感覺是個人啦，少真正少，有我真正少，我看我本正少。對啦，我頂較普通啦，normally 啦，較濟啦，大部分我感覺是貴啊，舊年貴啊，這年啊，好都是成個較無呢，你特別其實嗬，你若是講你若是愛來講啊，你就要做，你若是買你就問硬來。特別我舊位按呢一年，我嗰時就23年嗬，當今，我人伊真係 private 嘅嘛，我按，特別我到底 personally privately 嘅時候，伊真正 affectionate 嘅，所以伊成個伊只很多等人 Mandarin 咧就叫做體貼啦。伊真正大心細心，了伊成個呐，做咩事伊特我錄音嘅時煮物件我食，伊個其實 enjoy 就係煮物件食，一邊互相看啲物件我食，就是伊成個感覺到伊做我歡喜，你看咧伊就做嗰啲物件啦，即係你看鬥嘅一邊。好彩我唔是啲評價，我本是煮物件，煮物件物件可以食。我甲你紅食，本是安尼款做法嘅，唔是講愛口講話來 to express why love， 唔是講 express 講我講話你講就 express 掉因為，所以一般安尼這年一般了解 why 啦。啦，你 actually 特別我人個有。OK， 所以上個講我人這條看戲時，伊會手會過來看我手，有當時所以伊會想只做只隻，你看你物件花車時，伊手會係過來我卡位，還是伊當我頭毛，安尼這年啊 still 安尼看你就，特別有可能是伊是阿毛事，這裡是暖男，做人好我哋唔會搭一個頭，七歲啦。這裡安是一個暖男，暖男啊，溫暖的暖啊，嚇，溫暖的暖男，伊很做好路物件，個了嘅就是伊是暖男型。แล้ว我感覺到我唔知有呢啥樣，我唔知有做呢隻物件，of course 我是啥樣伊啦，特別。你食到有嘅啦，你誒，特別我真 affectionate 咯，我真 affectionate， 我成日我伊啊攬伊啊抱伊啊掃伊啊，可能。你是 receive 嘅人，嗰時都做嘅看人性。點我攞人 mutual 咧，我攞人。有人干那 receive 我咱老人我咱老人本若是講啦，我真正我感覺到我特別我知講伊做好我嘅物件，唔是講想啦，但是伊有做好我嘅物件，伊本會真歡喜 receive 咯。嗱，你看查甫煮物件，係咪講就是暖男吼？我用查甫煮物件，有人講查甫是暖男、暖女哦，像我有人講我是暖女。我堅持煮個真正 steady 嘅物件互伊食，伊講一聲啦，伊愛食鹹咪咪，我就去買對來煮愛食啦。了有人講我人是暖女，賢惠，你講到賢惠呢，冇講到嚇。你只是講，但係是講你是應該嚇，你成日講你做好大波是應該嘅。但是大包做好你咧，就是 extra 好。安尼。我人是賢惠呢，我人唔是暖女。所以 different 就是啲正解。這是人嘅社會啦，人這是重男輕女嘅社會。他們是賢惠，大波做大波嘅呢，就是暖女、暖男了哇，調好了 praise。大波是應該主應該。應該主持啊。別怪嘛是無甲你學咯，即係南西草，我做好你食，但是你個嫌一個我夾嚟頂卡你頭。好我無安尼款啦，就是我食對來家己食呢。在一起學一日當下的福利啊。冇啦。我講病嘅嘛，大波叫暖男咪是叫渣男，不能叫渣女嘛。大波叫渣男嘛。大波冇叫渣女，大波叫綠茶婊。綠茶婊啊！係咩事？係咩事？香爐。後面我未有聽來解釋啫。綠茶婊啦，嘛有上正意思嘛，個渣男。渣男係咩？我唔知渣男係咩啊？炸彈啊！
冇渣男是华语。啊，個越南的 opposite 啦，就是渣丁地渣什麼意思？人渣渣煎物件渣。冇人是啦渣。啊你哪渣渣？茶渣。人渣，跟當話人渣係渣。哦，什麼是無好嘅啦？要冇會啦。cheap 啊，cheap，查波都叫香螺，cheap 啊，查波啲茶表啦、油樂啦，大把啦。哦，香爐。香螺真係叫香螺嚇？特冷茶嘛，香螺。Oh my god！Oh my god！阿咪冷嘅西茶嘛。Oh my god！落地頭咩？我個年代叫落地頭。嚇？你綠茶香螺。落地頭。阿咪你西茶嘛，香螺。特別綠茶表加香螺是不相意思嘅。啊，對。阿咪綠茶係咩嘢？綠茶表是往查波學。綠茶，往家叫綠茶表。查波學查波，查波學查波。綠茶是咩 ？Green tea 啊？家人食嘅嘢。然後表咧？表是婊子嘅表啦，一個女字旁。表是 B。哦，You see what I mean？特別一幫，伊跟他扮雞精勁嘅款啊，是唔是？啱。哦，表本來是小嘅。扮雞精勁啦。佢超冷嘅。green 哦，係 get green 啊，綠茶 means green 哦，係 green tea。佢就咁緊呢，特別扮家咁樣就精勁。我嘅精勁。我上家講就精勁。冇佢上家盧家女大部朋友小妹。啊嘛嚇。然後伊就啲伊是女好朋友，特別伊是綠茶婊嚟。咧伊家女，伊就講你唔好小怕。讓翻錢好，讓咱恩愛誒。其實伊是有心愛挑女大部朋友誒。好理智你款嘅啦。好理智。你看伊也是愛挑女大部朋友誒，特別伊弟弟講。結婚，你咪怪女個 friend 真正好誒。幾精勁啦嚇，幾精勁，做豬佬。伊是有心愛挑人嘅 boyfriend 嘅，就作為叫綠茶婊啦。哇！你這幫咁啲都冇聽過哦。唔捌聽過，下面綠茶是下面客家人食嘅咧。冇係綠茶，係綠茶。綠茶是 green tea 呢，就不拿 green tea 啊。綠茶婊啊，綠茶婊。綠是青色嘅樹。這是中國人學嘅啦，我唔知做咩。是中國還是台灣啊？你看哦。中國。我 still 冇明白咯，做咩是叫做綠茶？綠茶 green 嘛 means innocent， green tea means innocent， 表是 beach，green beach，green tea means innocent，look like innocent。哦，外口看起來係 innocent。特別我查甫甲查甫我看會出嚟，有哩伊真假我看會出嚟。伊是有哩伊出來吼，成真書本真係咪啦？對到厝是未看嘅，真正可以查甫。夾低。夾帶嘅，正經嗰種嘅，我都真係。OK， 我 Google 綠茶婊是中國用 internet 用嘅字嚟，所以 basically 就是講一個 innocent， 然後特別用伊身軀去 seduce 佢哋人，然後為咗要賺到伊愛嘅物件。總之一個正經就對我啦，上家講嘅嚇。假講伊啥真啊 innocent 啊 ，but actually 伊是心機真啊重嘅啦。OK，明白。OK， 嗱咱這個taxi 把你個來喎。Hello。話 taxi 你把你個來。你困車。我被笑打咯，被笑打啊！笑啊，冇啲啊！感謝人家喂，豆嘅唔是講被困嘅呀，豆嘅少嚟搞這邊個地個豆嘅。我別聽豆嘅，等一下。OK。唔，我別。都愛做。你會做呢？我有捌甲我翁做過啦，把我翁哦。伊袂接受，伊是好失去。唔是袂接受，伊袂 appreciate 啊。哦，你免啊，你做好我啦，你免做好伊，你做好我。唔，我基本做袂落嘅。來，你做好我。冇白掉只搞，冇白。嚇，來。
啊對，冇白你做惡落聲。淋晒。一聽到學咯，袂掉，伊就起來啊嘛，跳動起來。講晒奶先。晒奶嚇。後面是晒奶。嚇，我唔係跳過晒奶，本來就是我唔係跳過晒奶。晒奶就是惡落上意思。上意思嘅惡落就是叫做晒奶，我唔係聽過。晒奶我感覺就是是嘅一古靈去嘅嘢，好似叫做晒奶啊，一奶。我這半湯嘅福建話人本會知晒奶。我唔係聽過，我唔聽過。你就 surprise。啊，冇白，你冇聽過有晒奶哦？唔捌聽過。我唔捌。嚟啦，你講。我咯。哦，大陸話台灣話較普通。你講下，你講晒奶話，你講我來先嚇，我再講。愛講邊物嘢咧？就講就淡仔話講嚇。冇成，唔通亂啦！我叫你食，我嗌後你就食啦。我做南西啦嚇。準備做啊！南西都咪亂啦！我做你咪食咯，人叫啲隻心做你กันนะ款。你睇我做坎坷做。我食。嚇！我這裡桂冠啊！嚇，桂冠咯。好啊好，心女兒我。梗搞啫。冇話講嘅，大家半。A1 plus 嚇，你一個冇。特別老實講啦，看是唔是嘅紅線啊？你做到半時去網站嘅，你就一個學生嗰啲人過嚟，教老闆講事，你就話咗解講嘅。近年嚟只車咪只咯，用嘅很多好事。誒，特別頭先伊講嘅係，伊個唔是講個別大漢喎，特別你個感覺對於我咯喎。喲，咩事啊？咩事啊？冇車啊，是唔是？冇，學的士。學的士係咩事啊？學的士，你長嘴後就問。冇啊。係咪傻子啫？係咩事嚟？冇啊。誒？應該是按個波打可能是伊 speaker 啊，有嘅人用 speaker 是。哦，可能。OK，啦，我笑蛋啦。講下你第四味作邊無落啊？冇啦，落咩 continue 落啊？冇啊，如果這作邊是無落啊，邊個啦？我看這是別啦，當然別打閒啦。但我拖去 aggregate，描畫咗講內幾個數數。啊，仲有人講這作邊好微微娃娃講是哪客喎？得這裡。要啲會。俄羅呀。俄羅先。哦。我有係個。係啦，個無來嗬。對，嗱，這聲。冇啊，冇聽到啊。OK。應該是一地方哦。泰哥冇聲哦，也 speaker 嚇，伊 auto adjust 伊 volume 係。豆哥，我食路客久互我鹽，食久都無互我了。係咪鹽？伊巴上有啲夾一鴨鹽互我食。哦，伊那伊餓落咯，伊個鹽那餓落咯。啊，伊甲我餓了。當姐。哦，當姐是鹽。當這陣時，若是我有哥哥我 sister 出來搖的咯。係咪當這不是把你較貴呢？當這你不啦？對，我講嘅是個貴節，我成講你巴掌是個貴節，唔是當這。OK，今次講你聽講你人嚟教我人餓咯個奶曬，個曬奶。係啦。個曬奶個，頭先你講係咪羊白？羊鵝。這是真係不聽過的。羊白。不聽過。個曬奶個羊白，不過羊鵝。食，咪食強姦。這是我 show 嘅 promo。我 show promo 就成日講你放出來時頭一句。這是餓咯，這咪強姦。OK， 今次即係禮拜特別嘉賓啦，是我人真正教曬奶羊鵝嘅南西啦，然後個
困去了校長阿龍啊，然後個有別使講啦，別使講本教細奶本啊，然後個有紅光鏡，等我聽到啲紅光咩？紅咩梨？紅紅梨？紅麻梨？紅海梨。maybe 我會知我會記啊。假死未曉嘅喎。係啦，我紅海梨感覺會記啊，紅光鏡我會記。OK， 你條海嚟嘅紅海梨。紅海梨。海梨。紅光鏡係西本係紅光鏡嚟。然後個有三九九，真正久無對嚟啊！三九九，冇擺看到三九九哦，介久無看到伊啊。Hello。แล้วก็你有看到你 Facebook 你搭卡車係哦？我唔是搭摩托拜。我冇搭摩托拜啦，我坐啲後尾嘅。對，我坐啲後尾翕相嘅。你坐啲摩托拜先，等我 mute 一個taxi 嘅聲。唔是我。冇，我就話 mute taxi 嘅聲。แล้วก็真正細奶昂啦，即是俄羅嘅大昂，鵝鳥。拜拜。哎呦，別打伊好了，伊是叫細奶昂啊，或者是俄羅昂。然後個無毛白本搞本是叫俄羅昂，本感謝無毛白。然後個大媽走去了，見到咯，走落去地啊，別打呢，走落去地。然後個我別記大媽正 clubhouse 個狀啊。BK 不出就先困嘅。好啊，安尼好呢 ，OK， แล้วสิก็過去迄邊Google Hangout Google Meet 嘅位咧，就是豆哥咯，แล้วก็半鹹店，個拜拜，葡萄嘅，唔是葡萄嘅，葡萄鏡加換taxi，拜拜。แล้ว個大媽走去是裝嚇，一邊。冇安好呢。OK， 有人來到呢，我特使來。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 ，sorry 啦，我第四個 topic 唔是第個 topic 別攞，人哋我講內幾個數，季節兩個都嚟講盲頂吹愛情，所以我係咪成日講 online dating 嘅個數字係使講季節是都嚟講。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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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到啲 YouTube 嗰邊嘅人啊 ，YouTube 嘅人這邊頂一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咧，就這邊訂，แล้ว這邊將手邊訂 subscribe 訂看訂聽，แล้ว訂下集正咧，我現掉落，因為是佢同地都對被找掉佢，我現掉落，因為是咧這邊俾 taxi 啦，俾 T-shirt 嘅牌 taxi。你成呢度嘅都話俾 taxi。